男人只因随地嘘嘘就遭到了非人的对待，持续将液体倒向他脸部的毛巾上，从而令他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可令雌雄双煞失望的是，对方不仅没有感到痛苦，反倒是一脸享受地缓解了口渴的问题。Come on！ 既然物理攻击不奏效，那就换精神战术。他们翻找了男人的随身衣物，发现老四是个忠诚的瘾君子信徒。熊煞将药丸扔在地上，再一脚踩碎。这一刻，老四破防了，如实交代了老五的行踪和世界即将要毁灭的消息。而此时的老五日夜蹲守在医院门口，势必要等到来取眼球假体的人，因为这个人就是导致6天后世界毁灭的始作俑者。可他还没等到自己要找的人，雌雄双煞就率先找到了他。由于老五多次穿越时空，利用窥探未来时间线的信息，企图更改历史的结局，违背了时间管理局铁一样的法则，所以雌雄双煞才会死死咬住他不放。面对他们猛烈的攻击，老五只能逃跑。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商场里设下了屏障，没办法施展超能力。这下他成了瓮中之鳖。不过持续输出的枪声引来了警察，就这样老五躲过了一劫。撤离的雌雄双煞还浑然不知，在之前逼问老四时嘴馋吃了他随身的巧克力，那里面掺有加量的猛药。上了劲儿的雌雄双煞自毁残酷人设，上一秒还在嗜血杀戮，下一秒就展现出活泼可爱的一面。在药物的作用下，以至于干出了离谱的事。两人迷迷糊糊的一把火烧了老五蹲点的医院，彻底斩断他更改历史的机会。等老五发现已经是一片火海，急忙想去补救。事后，双煞清醒，也后悔自己间接毁灭人类的行为，于是回到旅馆再次逼问老四。精神徘徊在崩溃边缘的老四，竟然激发出潜能，召唤出无数亡灵。在灵魂老六的建议下，老四开启了畅聊模式，结果得知这些灵魂都是死于雌雄双煞之手。随后，老四通过了解的信息添枝加叶，成功挑拨雌雄双煞起了内讧。与此同时，勘察爆炸现场的警员小美看见老五车玻璃上的留言，沿着这个线索，小美找到雌雄双煞所在的旅馆。而现在的两人还在洗手间里互相指责。老四发现机会，急忙发出声音求救。听到声音的小美轻声潜入房间，解开了老四的束缚。熊煞察觉不对，急忙查看，被小美的火力压制。此时老四趁机从床边的通风口逃跑，顺手牵羊让他偷走双煞藏在这里的箱子。而小美在对方狡辩的托辞下放下了警惕，可那曾想雌煞已经偷偷绕到他的身后，果断开枪。脱离危险的老四在公交车上抱着箱子，幻想着里面有大量钞票。可打开箱子后，老四竟突然消失了。失去唯一线索的老五逐渐颓废，被老大和老二找到后，他也告知地球会5天后毁灭的消息，还有他在未来时间匪夷所思的经历。